Hello，我係寶榮醫師，歡迎嚟到我哋呢個看輕中醫古嚟唔明系列。今日我哋會同大家講一個好常見但又好容易忽略嘅問題——經閉。唔知大家有冇發現，今時今日好多女性朋友好似經常會遇到月經唔正常，甚至停咗經，好多時候都覺得好亂，唔知點算好。其實呢個問題喺中醫嚟講叫做經閉，我哋會根據佢嘅成因同症型嚟睇點幫你調理，希望可以幫到大家去了解。經閉其實就係指女人18歲以上，月經尚未來潮，或者已經有月經，但突然之間長時間停咗，唔再嚟3個月以上。呢個情況除咗正常生理停經，例如懷孕期、哺乳期或更年期，唔喺我哋今日討論範圍內。另外，如果係因為氣質性嘅原因，好似先天冇子宮或者子宮器官出現問題，都唔喺中醫呢個範疇之內。不過喺我哋中醫嚟講，經閉多數係由身體嘅氣血不足或者經絡阻滯所引起。咁喺辨證上，我哋會有幾個常見嘅類型。第一種就係腎氣虧損，呢個就係話女人由於先天或者產後出血多，造成腎氣虧虛，唔能夠好好地滋養月經。特指包括月經遲來，甚至未排月經，經血好少，色偏紅甚至有啡色，有時候會伴隨耳鳴、腰背酸痛、面色暗淡、舌淡、脈沉細。對付呢一個問題，我哋會用啲溫補腎陽嘅方劑，例如溫腎通經湯，幫你補腎強筋骨。第二類係氣血兩虧，呢類人尤其係平時生活比較辛苦，精神緊張或者失血過多，容易出現臉色萎黃、頭暈心悸，容易疲倦、便溏、脈細。呢類情況，我哋會用益氣養血、通經嘅方，例如養血通經湯。就算喺月經來潮之後，我哋都會再加用滋血湯嚟陪補。第三個症型就係氣滯血瘀，呢啲女性會有小腹脹痛，尤其係經月長時間唔通，好似積住咁，精神上可能有啲鬱結、唔開心，甚至抑鬱。呢個就係肝氣鬱結、血脈阻滯。治療上，我哋會用疏肝解鬱、活血通經嘅方，例如4逆散配啲單插、月桂花，再喺月經嚟咗之後，用啲養血嘅方，好似八珍、益母丸。第四類就比較特殊，係痰濕阻滯，呢啲患者通常體型偏胖、腰部浮腫、經水減少，甚至停止咗。佢哋有可能感覺胸悶、鑊滲、心悸、大下較多、舌苔口白、脈脹沉鬱。呢個情況病根都喺脾腎陽虛、濕氣重，阻滯血脈。治療方面會用溫腎補脾、驅痰濕嘅方案，好似用6角霜配重劑，幫助化濕調經。講到呢度，好多朋友可能會諗，我哋平時生活又係點樣留意呢？其實如果發現自己經期唔正常，一時隔好耐先嚟，一時又好快就嚟一次，或者經過一段時間突然停咗，就好似身體內有啲信號同我哋講要注意啦。呢啲都係中醫辨證嘅重要依據。呢類問題唔單止係醫療範疇，反映出身體內嘅一個狀況，提醒我哋要照顧自己嘅身心。而且喺現實中，我哋都見到好多女性喺工作壓力、生活壓力之下，月經問題越嚟越普遍。希望大家唔好輕視，遇到呢啲情況，一定要早啲揾專業醫師幫手。咁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啦，非常希望可以幫到大家認識多啲經閉呢個問題啦。記住啦，身體嘅信號唔可以忽視，健康最緊要。如果你覺得今次嘅內容有幫助，或者想了解多啲中醫保健知識，記得幫我哋點讚、訂閱呢個頻道，仲要分享俾你身邊嘅朋友啦。我哋下次再見，祝大家身體健康，生活愉快。